为了宣传今年一度的关岭温泉美食节，台南市政府特别安排亚际巡航的队伍来到记者会中，提前让大家感受日本式浸温泉的古早气氛，加上 cosplay 装扮穿领古锥版的小火王爷，由市长甲观光路局长来呼叫替大家祈福。市长邀请民众好好利用振兴券来一抓客北的温泉之旅。不管是做2天游、2日1夜游，或是3天2夜游，或是1个礼拜游，都让你游不完。所以很欢迎大家来到关子岭温泉区，从关子岭温泉节开始。那这个我跟你讲这个5倍券也好，这个振兴券也好，保证你这个物超所值，来到这边店家都有优惠，都有许多好的这个方式来让你一起来共襄盛举。所以呢，虽然振兴券是将近这个数位券是9月底开始预约那实体券是10月初开始领用但是不管用数位券或是说实体券，通通都让你物超所值，还可以参加台南购物节的这个抽奖大奖第一个1户房子的还有进口的车子，还有这个1年有10天你可以任选来台南都可以免费住宿。这么好的奖品，这么优厚的地方，大奖讲不完，好礼送不完，美食吃不完，那你还犹豫什么？会中观光路局长嘛强调，今年除了亚节重头戏，也有以东山咖啡作为主题系列活动，穿热衫的体验、假日市集以及大旅馆送他嘅限量好康，相当精彩。市长用装满祭典元素的行李箱，邀请全国民众拢来体验，参像出国同款的热闹庆典。台新闻关之何乔邦采访报道。